观众朋友，今日过好欢迎收看《福起来》，我阿明哥刘浩明。观众朋友，多谈到的是我哋贵重谈到的天公落水，也是我哋屏东内部的徐浩义，伫绑的衣服的一个贵有名的一条歌诶。但是我发现到讲，其实也要各位谈好了，是才感觉到有个贵悠扬，同时嘛还有一种贵爱。个哀愁的一种感觉哈，又本身一个衣服带来一种贵贴配的一个我们讲音色了哈。但是按年看，按年总嘛会拉出二胡这么悠扬的音色呢？我们马上访问今日的来宾邱浩义来帮先生，浩义哈。主持人好，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，我是来自屏东内埔的邱浩义。浩义，第一项我就爱小姐人家衣服以前啦哈。你有冇同我哋观众朋友睇下小姐下这讲冇？一开始呢，我第一摆接触到现的呀乐器的是我小学4年生的时间。小学4年生的时间有一摆咧送个音乐课啊，请上来编个录影带，就是每个乐器介绍的录影带啊，拄好这节课摕表现的。结果全班，我记印象嗰层，佢第八佢线上放2条歌，一条叫赛马，一条叫空山鸟语。嗰时间我都过认真去弹，全班都喺嗰边都冇所，我抢我的你过认真喺嗰边弹，抢冇破数嘅。然后哦，怎么会有这么好听的乐器这样？佢喺我第一摆接触到弦的呀乐器，过冇一久咧，拄好嗰时间。拄好天师节目有一台睇演嘅嘛港剧嘅风云啦，风云拄好底部有一个桥段，如係无名喺嗰邊綁弦嘅，无名熊爸刚好很落魄，无名都喺嗰邊綁弦嘅，我天禮拜堂到弦嘅是睇天師風，又在天禮拜又本交通道嘅，我刚刚也演父买过奇妙，有一摆，我哋全家都去美浓搞，去美浓了美浓都係有咧某個活動中心嚟用嘅，底部有年係編嘅客國嘅二胡的錄音帶，客國嘅錄音帶都出嚟，嗰時間我都彈到，也上映咩嘅二胡我有看佢全部都係客國嘅。像有嘛清残夢碎，孤枕難眠，我迄年嘅我都勁蠻記得啦。嗰時我都看到嘅錄影帶，我都愛不釋手安尼。其實我都開家境無講幾好啦。唔過爸爸看我按好弦呢，佢都買塊100元啦。都應該冇幾啊，都買落幾個糖安尼。嗰時我迷你糖，錄音標，嗰時錄音帶嘛，又話用轉的，冇倒帶，又一個用轉的，轉的時候又差冇同個磁帶糖都團起的，錄下其實家境冇幾好嘛，爸爸買迄錄送起來，錄迄買一把買幾嗰種最俗的弦的本來，差唔多2500元吧，嗰時就我看到嗰弦的改分去。嗰時我第一擺名到現的是在小學，差不多4年生還是5年生嘅時間。但是問題係吼，因為其實咱嚟講個歌唱地方，陸地講其實一開始對也被我哋講衣服好，也被上癮又被着迷嘛，又被想到。但是我哋講，因為我這個嘛有一名歌，嗰時間你會發現到講，伊那兩幾響，一個音階是唔對體內呢。譬如講，我是以前學過小提琴、violin，嗰時嘛有4條弦，4條弦哪樣？明白看到嗰2條弦，你想講，這上面有冇一格一格啦哈？因為小提琴、吉他是有一格一格，它有提供人哋數字嘅人呐，幾冇一格一格，然後呢，兩幾弦呢？我都想講，我哋嗰時就係彈 CD， 冇彈嘅錄音帶，彈嗰時佢數我唔錯，好嘛，我好嘅音色，但是。你第一擺綁出來時間，冇感覺到嗰陣強嚇，你嗰種幾強形容嘅嚇。冇錯啦，如果係人哋現咧吼，一開始睇綁嘅時間，有嘅時間你彈到會講感覺嗰種睇刺激嘅聲音，假如係通促冇正確，
嘿有的人如果因为安尼，如果知难而退，唔敢去学的，嘿其实我即家以前真是冇欣赏，愈看妈妈要的饭轻可以本来落去福建的，嘿个是一个愈，我爸爸要带我去总头啊，请老人家去问，讲来讲，这个二胡怎么拉不出声音来啊？个是一个老人家，就同我讲，哦，你要爱滴个松香油，安尼才咱会有声音，个是一个，如果哦，安尼咱会有声音咯，个是一个有长辈有同来讲来讲，我用来帮咱会有声音啦。毋过个通俗愈迄毋免正统的弦的，无有的通俗，人愈错的啦。暝下爸爸又带我去联络一位阿伯几片，个阿伯愈可能过去考二胡，其一家嘛会帮啦，其一家愈编个 CD，愈帮本来弹安尼，安尼弹愈填等于安尼向他帮安尼，其愈学到呀，你有学过吗？我说我没有学过，其讲用 voice 咯，我讲毋对愈有弹讲愈 voice， 愈能讲个相对音感，愈可爱个音感去帮安尼，个阿伯愈同我爸爸讲。哦，你这个小孩不得了，希望爸爸可以栽培我去学晓的啦，讲迄其实送本来3块 CD 一块流行歌的，一块迄那个态度歌的，还有一块各种迄客歌的用的，迷你糖，还有一块 CD 本来糖到别的，如个是一个改热情了。佮等于讲。其实你这个要求学的一种，因为练习的过程里边，没像一般那个的，真如果正课，反正讲正课班的轻欣赏来搞也还有可能进入音乐班，好可能嘛。你这样几乎是这个去轻欣赏，然后同时就像头讲，因为有的会欣赏，可讲有的会欣赏如阿伯啦，阿伯这个学的嘛，还配音搞嘢，可是也要嗰種手勢啊，模仿嘅東西，其實都唔免講過於正確嘅。好，但是你這個如變成講，你係可以的本地的有個絕對音感，同時講你也要一種熱情，開始行上一條學習的一條路。咁像你這個有按熱情一件事情，我一直會感覺到講，有點很好奇嘅人，講是好吸引人嘅吼，幾時寫的聲音咧，唔係咧那一路。走老，慢慢的跳上電腦，總慢慢唔會對一種二胡按着迷。哦，嗰是一錯啦，辦方下課落去打球嘅，無落去教有嘅無，伢都改唔好運動嘅，改唔好同啊，伢都對樂器音樂，其實唔單止弦嘅啦，弦嘅是最好啦，毋過唔單止啦，如果音樂伢都會彈。我了解如何去請總頭的一些阿公阿婆去聊安尼，顛倒唔當唔可以請同學聊安尼，可是應該阿公阿婆嘛，其實嘛好過聽過有啲按細孫那個專門自己的講法，專門去聊。但是你哋嘛睇你喺度，我哋講我哋啲路線上裡邊嘛學到嗰度啦，後邊你講用去綁嘅衣服。但喺論這個本身，佢是以彈嘅 CD，佢是練習以後，你喺度有感應，譬如講我哋講國樂嘅社團嘛，還是講開始正式去學習國樂？哦。我小年生開始到國中3年生，高一啦，也段時間有冇需要的正式的二胡的訓練，差不多到個，因為我以前高一時節蠻前有國樂社一種社團，嗰時節導社導社差不多4、5、6年啦，故說我嗰時節拄好冇。聽高2的時間，有的國樂社的老師啦，他就是說爭取昆大生可以復社嘛，佢講其實個嘛係幫閒的，佢講也按好彈的東西，唔可以弄迄個，故說佢都爭取昆大生可以復社昆大生，故說我高2開學的時間，給教官提給佢念嘛，本學期有新增哦什麼什麼有國樂社。
汤桶来哦，压迄个沙团，来都鲜好诶，出家都讲我报名安尼，你批国乐社之后，你可以是正规，就你可以是福建的先生都讲。你这个动作怎么会这样？你会拉也拉得蛮不错的，可是就是动作怎么会这样？就是都用来讲啊，老人家嗰种咧放老山歌嘅嗰种动作，嗰時陣咱提供，我動作唔錯我要示範一下嘛。好。因為你就是講我喺線上錄嗰種我哋錄阿伯啊，都話都放嗰種落山歌嘅嗰種動作啊。好現示範嘛講，那以前有冇放啊？以前嘅老人家如會空顯的空安尼，如安尼變等的，如安尼。就如果安尼放毋過你去個國樂社之後，先生講動作唔錯，正確嘅動作應該會控呀，唔可以用指腹念，我用指尖，手型全部都唔錯，放嘅動作嘛唔錯，鼓手都會變做安尼。也會動作，讓係正統嘅弦嘅動作，佢嘛唔可以講佢唔錯啦，佢如係弦嗰種壓嘅弦嘅放法，如會安尼放啊，嘛唔可以講佢唔錯，唔過也動作如係唔適用喺弦嘅安尼。嗰時等於如果我哋做起來，我哋講野胡啦，吼，即個為一種綁嘅方式都冇到。係冇用。觀眾朋友，談到今日，我發現到講，其實我哋野胡，我哋講我哋野胡是在一個鬼神奇嘅樂器哦。休息一下，我哋喺我哋嘛有個多精彩故事。翻過來，復起來，順帶節目，我哋來自屏東女部嘅邵孝儀，同人講，伊哋開始讓我去學二胡嘅。好，一部分我都想我請問一下，我哋孝儀，因為頭我哋已經有談過講，你用二胡去綁嘅一啲天公落水嘛，嗬。但是我一直都感覺到佢好奇，講，從伊哋看好來按鍵的，馬上兩條弦嘅一啲樂器裡邊。以能放出安靜嘅聲音，你咪同我哋觀眾朋友睇下小計係講，一般嘅二胡來講嘅話，也喺結構上面用起款好冇？好，先為現喺二胡嘅歷史開始嚟講，一開始現喺係為唐朝嘅時節都傳下來，到差唔多民國初年嘅時節都開始技術方面有慢慢的開始嚟進步啊，以前都係戲曲啦，之後都多嗰種樂曲嘅東西，二胡的樂曲演奏曲嘅東西。現在構造呢，其實差不多分做兩個部分，一個都係琴聲，一個都係琴弓，一個都係左手的工作，一個都係右手，佢最上面開始係琴頭，琴杆。然後琴枕，佢用嚟調音用嘅，然後係都會弦兩條唔錯，兩條弦，然後係微調，像比如講，然後琴枕吼可以調唔同太部分嘅調音啦，如有嘅時間差一些上音嘅時間，都用鴉片來調，然後牽金線，佢工作就是讓兩條弦就是豎在同一個高度，然後就是固定它的張力，在向下來看鴉片，然後係砂鍋皮，然後係真實的砂鍋，然後唔係嗰種假嘅，砂鍋皮，鴉片有一粒東西，然後很多琴碼，琴碼它的工作呢，就是在承接弦這兩條弦給它的震動能量，然後把它傳遞給舌皮。在比較嘅砂鍋皮
捏落啊，为青铜要迄青铜，摕个青铜伫尾去供明啊，最面下用要阴窗安尼出去，嘿啊，最面下要落青托，底托啦，啊要迄绿荫垫，嘿也块布过葱腰，也块布对现来就讲过葱腰，无要块布的话，有的时阵我有伊是过奇怪的声音，人讲的人音，嘿，插音啊，嘿，所以古时候也块布过葱腰，啊，用的话太吃松如许，也如许公干嘛，公干一般如许用竹的，建筑啦啊，各种竹的来做，啊也迄公毛。公毛一般是用马尾啦，马的尾巴去做的，啊也用到公鱼，嘿，各种一条鱼的，古时候叫做公鱼安尼。啊，其个发声构造如像头都讲的安尼棒如果有上音，啊我念人我有个音阶，念来摕也先弦上面，如可以去改变伊的音高安尼。嘿啊，伊个发声构造如许安尼绑之后，弦会震动啊，都要千斤万迄手指的时间，机会传递过去啊，都要琴马再传递入去蛇皮底部安尼。鼓手伊个震动，其实拉弦乐器都差不多会安尼啦。嘿，鼓手给两条线绑出来的声音无同样啊嘛？嘿，一条迄内弦，一条迄外弦。嘿，啊，也两条差5度。因为你讲嘅两条线吼，长途间也可以理解，因为上面嘅塔嘅地方係无同样嘅高度嘛吼。但是啊，其他我搞不清楚了讲，你这个对千斤线可是都琴马一片，你这个一年，你这个等于讲两条线无同样嘅线，你都一年无同样嘅数嘛？还是讲其实一年都係两条线？两条线的同配咧，我去无同样嘅地方路睇，线係二胡哦，佢两条线。铁拳的，嘿，铁拳的啊，系冇错。前面摆2年的时间，一天我2条强下念，嘿。可是2条强下念，但是你那地讲你喺绑底部嘅条线冇路基，不，你喺基底部嘅条线冇路基外面嘅条线。好，安尼我都地，因为其实像以前係学小提琴的嘛，小提琴你是按哪条线，你就是拉哪条线嘛。但是我想讲唔错啊，你记得按2条线，按右又按强下，按你我冇想，你这个可以先调出。按外面嘅条线，然后一下调顺，哦，不是等于如果迄2条线就强下按，但是你基嘅时间係基底部嘅调，无就基外面嘅调。我等于你讲也要音阶迄条底部嘅条线，无就基外面嘅条线，这个如果分清楚。没错。但是个听音问题你讲，因为像吉他来讲，小提琴来讲，比如讲我哋西洋樂器里邊，其實上面都有改革咩？而家冇改革，唔通一啲也要音階點咧？其實有迄改造福建的人吼，今年最容易打退堂鼓的地方。是，我就是这样子打退堂鼓的。聽一路的頭講嘅詞嘅聲音，也一聲。有一聲改動你彈到起雞馬皮，啊，有啲人係因為左手用的念音唔會準啊。嘿，冇錯。啊，其實我用的克服一般一開始係好嘅時間，可以有一年你會點個指甲油吧，係立可白，有一年會用個疊個紙油嘛，疊喺條情感上面，如果方便佢去判試，辨識講，也用睇哪樣嘅，啊，其實應該要用糖的啦。用糖的去彈，安尼有準無準，我用糖的唔通清楚，因為冇做過偏誤，因為安尼看各種有粘度，啊，不過可能拿到安尼平視的時間，我會發現其實有一個視差在嗰邊。古時候我哋同學生講，眼睛會騙你，但是耳朵不會。我靠逆講。嗰個等於講，今年嗰種拿到一個新的衣服來嘛，我如果在多練習講，伊都在對藝術來講嘅話，也要相對美質係點嚟？嗰個安尼等於意思講，每一件衣服也要美質冇同同樣。多少我有無同樣嘅地方，有啲人會讀唔懂高一些，啊有啲人會可能書唔懂寫一些，啊如果讀唔懂大嘅地方，啊不過其實有啲公司啊。
爱通你讲会安尼苦顿，愈差不多，然小指指节鸦片，然后地方愈会最适合的。前金标的地方啦，吼，最适合的高度就是这个位置。是。甲种咱的福岛更加，因为其实对唔同的伊的讲法，伫尾其实事实上，我因为讲，唔算系伊的有对员工伫尾有天分的伊的声音的，好，但是天分的一回事，后来也练习过久。以前吼，来睇国乐社的时间。您讲的真是热血如何安尼？因为以前早晨有那早自修嘛，董主有午休嘛，嗰时节一般人会摕去边吃早餐啊，董主会水母嘛，忙挨迄早晨早自修都好搞的，同时空顿挨去国乐社，董主吃饱饭之后去国乐社，中午之后嘛去国乐社，嗰时节因为最多的时间差不多6点钟，一天花6个小时在练二胡上面。对，你讲模拟去要求，但是你还得过次年去做一件事情。其实是唔会，我按人前面一点原因，讲希望讲下一摆，变成一个国乐的，冇讲大师了哈，还没讲用。海边路行二胡的条路呢，还是讲海边路讲希望讲可以做一个二胡的欣赏。其实我以前上来都唔是上过，唔敢上，因为我冇私心的，因为我又冇唔是请过欣赏，我是自学者。来我又比你蛮好闲的，其实我迄一家有兴趣，像安尼，唔讲我唔敢上，以后我。可现的也乐器来存钱，嗰时间我上我志愿其实你细时间开始愈挺好，愈会下礼拜太之后我去做警察，我以前我志向愈会安尼，以前我会写作文我作文每摆我的志向愈会写，我以后长大要当警察。因为我细时阵，如果伊个正义感非常强的人，上摆给老爹杂志咪给去风有讲过嘛，我迄个非常正义感的人，不爽。后来怎么冇去做警察了？其实差不多高2、高3嘛，高3之后我毕业之后我都去做兵，做兵的时节拄好我又去宪兵，宪兵的工作其实他的。任务其实跟警察是差不多的，提做宪兵也1年底杯，然后提供警察，然后讲，假使讲以后真是做警察的话，我又按正义感按爆棚的人，我真是去做警察的话，可能也蛮提外岛，冇去散当风。对，你讲宪兵其实讲的系军人啊，哈，但是你讲啦，像安尼讲军人也讲，其实讲一个特定族群的一个事情地方。旅游暗道，我能讲，个特别的事情啦，好，咁嗰種海灣真係做一做警察的時間，我因為講嗰種遇到安的事情的話，可能真的冇辦法去適應入去工作。係啊，冇想到一開始想要做警察的，我哋好以最蠻行爽嘅，我哋呢綁衣服嘅一條路行，但是以後來會用衣服嚟做入去工作下，首先下我哋大家同講哦。
好多观众朋友听到的是我哋的好意同我哋放的半山药。半山药有啲名啊，按照翻嚟叫，而係睇我哋高速兒農也有對嘅地方流行嘅一啲山果雕啊。但是觀眾朋友有聽到發現講，入邊山果雕其實有一啲個，看聽下來嗰種幾可憐嘅一種調性。而有啲複雜係因為講，也係我哋呢客家嘅山果，還有我哋當地嘅平鋪錯嘅一啲味料加上來，變成一啲咁嘅調性。我想問一下好意吼，像這個一條，我哋講古老嘅一種山果雕，係咪同我哋以前嘅阿伯嗰度阿公學嘅咯？有一部分係安尼，我頭度講嘅林路嘅阿伯有放過飯嘅湯。啊，以前我有買過一塊錄影帶，嘅老師很多唐山老師，啊佢有從一條改編很多半山腰龍，係半山腰龍對，係啊佢都改做半山腰龍，我開始聽到也係，佢都同樣嘅一種山歌嘅調啊改做流行歌，啊又改做rock 嘅東西，很有特色啊！因為我想問一下我，因為雖然講我哋二胡算是我哋反而歸傳統樂器啦，哈，但是其實因為我哋今日看到講，我哋今日看到歸多年嘛，用嘗試嚟講用我哋傳統嘅樂器去演奏國外嘅嗰種歌曲，咁對你來講嘅話，唔知佢有個好嘅嗰種曲風冇？唔會設限啦，如果講有某個譜本我如何去放啊？不過一個好嘅歌，太譜本如何唔當悲傷嘅，比較悲傷的曲子。個傳統啦，因為其實個傳統我彈開來個悲傷嘅曲子。咁聽伊阿問你都講，咁呢個對於我哋客家山歌嘅部分咯，有涉獵冇？我都講有特別好啊！我哋客家山歌。有哩，這是同配得後山嘅冇共用。以前國中嘅時節有一個。好像學校有辦一個比賽，如果面伊咧學生誒如何去比咧，嘛個才藝表演安尼啊，有靜態有動態安尼啊，有街舞啦，啊衝國位啦，啊有某個書法啦，各種嘅內容。啊，嗰時節我現誒嘛冇幫佢改好啦，啊我唱我聯絡嘅菜體有一個最有名嘅。客家算八音團啦，很多太火鳳，啊，嗰時陣我有去上唱了嘅太火鳳，同埋錄兩條歌曲，一條指定曲，一條自選曲，啊一條很多一舉當冠，也馬上我哋客家人咧算國歌之一，客家本身嘛，也一舉當冠，啊聽呢條我自家先咧很多張念牌、正月牌，張念牌嘛係一條歸老嘅山歌。啊！嗰時間衝嘅時間，本年少啊，本年很難啊！怎麼會有人唱那麼老嘅東西？啊，不過也係客家人嘅東西，係啊，我衝萬年會衝。啊，故說嗰時間我都嘛冇講年人啊，啊，我都送去都衝一條，啊，都唱起太火鳳，都從來錄一塊嘅錄音帶啊，啊，我都表演喺錄嚟。就卡拉帶用啊。啊，嗰首其實山歌子啊，個羅山歌嘛，個出走歌啦，啊開單歌，嗰種平板，其實我有興趣啦，我都識彈歌，啊有啲歌其實幾好聽。我想問一個，也係因為頭先講一句話講，我唔想問人唱。我想問你講，也係你嘅正義感使然，就是我使命感，還是你因為也真係幾好聽？其實都有呢，因為學歌嘅吼，辦方嗰時就有嗰種人講嘅母語教育啦，哋高中推廣也快買個認證，啊嗰時就哋先生唔係客家人，啊佢講辦方有嘛人會講客嘅，啊冇記嘅剛舉手，啊其實我嘛冇講嘅幾好聽啊，啊講幾厲害啦，啊唔講我會彈客歌嘅。老師都講好，你來當小老師，我來教大家唱歌嘅，啊，我都開始去教，啊，故說為小學嘅時間，我都開始對學歌個有興趣嘅，啊，一方面是真是我音比較好聽啦，啊，一方面是真是我講我一家都唔唱嘅話，以後都真是冇人會唱嘅，嗰時一方面係這個興趣，一方面這個音比講其實身為一個客家人，嘛有按你一個。那個使命去把一件事情傳下去。
可是像这个后来，因为头头我哋上一段的时间，我哋有讲到讲，后来这个其实睇我哋呢观光沙地波，其实嗰啲失望睇补转以前冇学到嗰種冇按用過學到嘅嗰種技術。咁後來呢，後來這個本來嘛愛做警察的嘛，後來喺做演片的時候，都發現講可能警察的工作唔適合這個角色。佢變咗以後，又真係用教演講嚟變成人真實的工作。一開始冇，我退伍之後，一開始睇嘅我哋屏東市嘅最大市場嘅，很多和盛市場，嗰陣時睇嗰邊送貨，因為天數睇個買菜啊，送貨啊，差唔多睇個差唔多到2012吧，差唔多世界末日嗰年啦，2010嘅時間，人睇個如講，我辦按後生冇。10年路睇下片，希望我可以出去攞杯打拼看下先，佢說一路不用來做，其實我條件已經改好啦，不過佢路希望我冇10年路睇下片。如果講人哋話，其實嘛味道唔少。做，其實我改講偏去嘅，佢路希望我可以出去多打拼啊，冇也做也冇，也好多年啦，伊講菜市啊。學兩當就安尼爾，你看就安尼爾，未進步嘛，就是安尼，希望你會當出去外口拍拼安尼，嗰時陣，好多法又講我冇規劃，客法又唔好，同伊講，其實改咁偏記啦，你嗰時陣你講冇你做到某個時間，你離開安尼，離開之後。拄好有年睇請來做保險業塊，壽險業，我想拄好嘛這個嘛有也興趣啦。我壽險那塊其實我這個改好嗰種醫療的東西，醫療險啊、意外啊，還有癌症那種保障型的東西。嗰時我都有去做，差不多做3年了。這一段時間就是銜接，如開始有年睇有現在幫佢唔可以查冇，唔可以出來做有嘅，唔可以搞好嘛好啦，一些演奏嘛好啊。我冇試過呢，因為以前我現在如何幫興趣嘅，我嘛唔是想過愛靠現在一種東西來存錢，冇一種。信心啦，我嗰種信心講用我行一條路，我行得好嘛。2015年嗰時間我都離開嘛，之後都開始接嗰種，比如講民講嘅洗手米啦、婚喪喜慶啦、廟會嗰種嘅，有年請我去搞好，我喺為差不多2021如果去年疫情嗰時間。疫情那時候的時間，差不多7月底嘛，我半夜開教室的。可是問題，疫情的時間準備開教室嘛，是一個幾大的風險。其實也係一個意外啊！我嗰時間本身去年3年的時間，我安部頭還有做別的工作。3年帶離職的時間，我本身4年我去考嘅。不動產的租賃管理，嗰時本身我去做租賃管理人員，我係人講的二房東啦，因為我對房地產嘛過有興趣，嗰時間都係4年嗰時間的梯次有冇報名好像沒有報成，記錄沒法突開，說沒法突開一方，我再等下一梯2個月之後。2個月就是6月嘛，6年嗰時讀到嘅5月中嘅疫情爆發，冇法度去報名，我用加上咯，我都想咁我先空頓，以後有機會翻嚟去考嘅，我都先，咁我都來繼續教學安尼，嗰時我要同我先生，我吉他先生講。我講，我想要提尼普的錢無誒，就是租房子啦，有可能提尼普的租細安尼，
俺先生，如讲刘东峰，其本查愈迄一个教师，毋过其抢用1楼同2楼的，3、4楼其无用到，其讲敢无4楼给你啊，4楼租你啊，我讲安好，其愈爽来过俗安尼，过俗迄方来愈爽，无敢无来愈来遐偏还好的，其讲反正3楼还有一个空间，你看要不要拿去使用？反正你就是刚好可以开一个教室，嘿，比安尼个当开教室，几好教啊，开教室其实这是几辛苦，一开始就是。无嘛个心理个用来讲，心理准备，一开始真是够辛苦，因为差不多头前30年，差不多8月份嘛，8、9、10要30年，8年、9年从10年的时间，要30年真是无好上诶，个时间我想我用干啥？房租可能会浪出来，个时间愈过头痛啊，是后来。咪下，咱开始有学生诶，愈少有保命啊。可是慢慢的就开始越来越好了。贵州人讲吼，兴趣唔可以做翻身，但是有时些兴趣可能唔可以做翻身，但至少可以表扬人生变得更好。或者今日俺的好意的故事同人讲，其实有一件事情变成人兴趣的时候，他一路吼唔但可以钦佩的东西做，你还会死一条，但是兴趣的一件事情可以表扬的生态变得个稳定。今贵感谢我的好意了，让现场同我分享东亚故事。好，感谢主持人，感谢各位观众。休息下，我再听下咱先生来看下运动哦。我跟福起来的观众朋友，记得去我的面书网站，还有到我的客家电视台 YouTube，把我的影片分享出去哦。